要伫中国杭州来举办的亚洲运动会，这个礼拜六要来开幕。中华队将要派出到521个选手来参赛。开赛进前，运彩公会来宣布，要为中华队加油，要来提拔到个人项目的奖金。若是摕到金牌的选手，要加码奖金5万块。 今仔跳舞、体活动闹热开场，今朝亚洲运动会胜出，运彩公会同齐替中华队加油，宣布半个人奖项得到金牌选手5万块奖金，高武欣替台湾争取公平。希望能破纪录啦哈，能20面金牌，哦，那一面5万的话，那我们提拨100万的经费。 中华队会派521个选手参赛，那运彩公会小天，基金股东间伊苏达嘛来到现场徛台。觉得运动员都是非常需要被激励、需要被鼓励的，也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看见他们为台湾争光。台湾运动彩馆推动16年，现场也表扬对台湾运彩有功的人，作为支持拼死付出的选手，毋忘因争取到好成绩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